谁读者得到这个消息嘛，天热发过，一看起头发就嘛昏厥过去。一方面最是把和嘛阿福同儿过来请，这个，来，哎呀！一看就是个有客人发了浪，只可见自家东家改了他是个有让声音啊明白。老相公，老相，哎呀，出子毛病。这个阿福同儿一接嘛拔出手来，哈哒，邀请到里向来禀报。这个地下人平常蛮风趣，而且那个想象力特别丰富。老娘娘董小姐，发走！哎呀，阿福啊，啥个事体讲大惊小怪？刚刚新有个有客人来见你老相公，你老相公在口袋里面把嘴请您吃嘴，阿晓得你来啥事体了？你来做啥？来交动你个呀！哎呀，叫几户你？叫12000银子呀！是知道那都不开着吧？老相公说价值5000吧。啊，他都在。你是上一个洞里分3级嘛，伢真就对着老相公对胸，啪个一就靠上了天了，这样。啊，真的假？我送来饭还是个。哎呀，我个亲人啊！马步要拿出来就是呀，哪是会了得了？哎呀，肉菜姑娘在那边上听见自家要出自事体会了得了。哦呀，对，两高头哒，一阵忙阵外头来。菜姑娘在大厅上一口没舌头，那男人眼睛闭拢，牙齿咬得嘎啦啦，一阵打上来，哎呀呀，来相公啊，星星啊，来相公啊，来星星啊！哎呀，阿弥陀佛，来相公现在，来相公啊！刚进来个渔客人们来才1万两，你只讲想5000两，来不答应侬来打个1元的，还是开门特噶？啥人说噶？那阿福说过。哎，一日天不说句话，太阳不肯落山开。干嘛哪桩事体啦？不人家好意热心来送信，跟拿起挂里的上个家。干嘛送信嘛？你哪会死一口气呢？哎呀，老娘娘。寡妇的女婿相公不信主了，阿晓得我们犯子人民受了该里批文就要杀这样。阿青吧，徐马步听见么急杀，牛彩姑娘听到这个凶信我会了得了。哦，呀姑，也想困上夫人，
分包堂分周亲，可果然哪好意思？扑到房间里向嚎啕痛哭。哎呀，老相公啊！不是上侬也光难发哈呐？谁是难呀？谁是难呀？啊！搿些辰光女婿的过年打糊涂去嘛，我不是非里去的呀。你问娘里去么在？娘里去么在？那么还不弄出自己来出啊？那个辰光你还去马油里干？一来是都在刚才新出来人结婚难过，再讲呢，连自家欢喜刮三刮四，本来实干一来嘛，哄来着，什么啦？哪啦？农夫啊？那不是你发家？刮来刮去，侪要刮哪个？啊？刮农夫啊？哪边刮哪？你哪刮农夫你？我老早当年是公民。难民啊，民工里呀，可切腹的嘞！哎呀，难听些，别讲讲，难听些。以前三个男人不是不难看啥他讲？我要为呀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我谁多家是第四啊，这样。这个难法是蛮好了呀。我蛮好嘛，我命硬呀，你也看我看不懂叫硬胖硬呀。那么那个民工调皮不给我看，我看不懂么？那主委看个啥我个女婿？哎，西瓜仔，我这个大人看把主委看个东西。哦哟，还在也是这样些的。哎哟，那为呀不把女婿做过嘛，那是他夫人了。那自家分农民金子这，那想做他夫人啊？那啥么子？那啥么子了？那是做马步个呀。哈，搿些辰光个洗马步这样难不是找？哦哟，那么做马步么哪家？马步么唔少开头吧？你还啥噻？哦哟，你是最高个要来上么子了呢？最讲多家不太对，大家晓得是多家管。哦哟，那一日都要10句，我叫猪肉美人。我你还啥子？大家都跟家看见么？老丫头他马步那里磕头着，剥落到落地西风那上，那是磕头容呀呢。我就想真正该死呀！你还话啊！你是多家管，把人讲到3个洞的毛蛋内哇啊！你这来讲那个骑马步，那个来死人，那叫杀猪心。老妈啊，刚吃么一个老太爷了，一个老娘娘了。好了，实际上来么，现在大家想东窗布，边上底下人山没不敢山，秋没不敢上去秋。刚朝边疆的人来了，外头神勇老将军赶到，老将军拿来了书记，为这个张亲事，李呀交办新娘娘搞到王高档，所以没跟东家是回来去。现在到里向看见老夫妻相貌一门没叫上东家出子毛病，这个还了得了。这个小东家我一时灵动开背不起呀，得让我心暴跳如雷，哪会等得了？到房间里向腰针细细么子，当好一个包谷头上追影两毛，回到外头，对针细多叫说老相公我不好，我早点去东家没个种地，现在我马上动身到屋里去，我东家府为啥人英雄？手边上要打理神有力王，假使原地杀我，这几副为主来，东归进与老相公雷神在一起手嘛，知道，好心啊！这种古楼是好杀人，娘里的上头根本。徐马步回到里向房里，安慰男人，谁多着到书房里，唉。心里想弄不懂，自家虽是运气蛮好，知道于师傅们觉着上，哪会得现在突然间来出这样的事体弄不懂？收到书桌里一口么带上玉米金子，哎，他一水莽将。金佛地。不为敌，可面孔那么红光熠熠，紫气腾腾，哪道理？英豪女性咋杀
害得南大母女哭地。假使回到里向，大哭小孩，家里烦恼。啥个？外头上有份气质，出去散散心，才是多多开吧。对。那细细声，手上的身忙一幅。到外头去，你要为他一个，说进说海进下下来，我一套大事当备，谁都在相信大家。水里想，这一把羽毛手，马三人不认得你一口，后天嘛他吃里不杀，当里诸葛亮了为不知李仁阳。跳手踱步出门里，带着几番一派凄凉真。你可换来人人都是父内鸡，到高了一口就晓得花呢。来来去去的人，500个红白头抽，米菜色，晒了浪海东边了。放假日。这杀2日饭，中明日3次，只吃得1次稀。那么说家人是讲吃家人家里在，这上后上市里拉多吃点肉。你跟屋里过马屁，眼泪一打擦忧伤，这一种一人拿几到擦油上面人都得不得了。哎呀，老兄，哎那，哎呀，这，上你不够记得吧？是呀，上哪我家？有没有过吃？有没有过么有啥吃的？今朝哪好不去叫？哪来的？平常辰光去么今朝班也去。哦，今朝弄个初一，哎，你晓得你给他半年付了有财。古代的人打子文武官有财，让有没过全余。哦，因为皇帝御驾王榜来嘛，我要去看王榜了。王榜，哎，但是我来份口气些吧。来份口气些，打了一道去。去呀！走，好了。哎，谁都在天上不啦？有没有过什么的嘛？文武官让全余，而且皇帝发下来一张榜文叫王榜。我只是俺把年纪啥叫王榜送来没看见过，反正我出来是散心，干了嘛还去看。对，票州到不估计家一路过来嘛，2半比第一个黄金拉皮，但是不少生意。门前的世家养驴的啊，黑个鸡收9元的，他的可以在这里落雨。说到真水门。人爱打3种叮闹嘛，谁都叫一看呢？家门出类不散，真三门顶头，是一块高价的牌，一张黄纸头，大概就是王榜。要想夹过去看嘛，人要10多皮了，哪夹得上呢？
那么稍微等一下，哎，天的空地了再过。哦，要干是干得嘞！哎呀，不，快点，喂！小天，对不起啊！小天，娘娘，我带谁头去呀？那小天这边来了。搿你是搿娘不人家分开个哟，男人上那个大堂那个门前，还是像把门摆成个一手。我小天要娘来了，把门摆出。哦，一本正经，哪个来看王帮了？搞那个谁不出了喂？什么？哎，我刚清爽。什么的？说个字没不识个。那是写两个字，你晓得我不识字个？啊，是那是字。我到啥去啊？我大家来了边上口还是？哦哟。嘿。唐爷，唐爷，小弟，上头小弟说的呀，你自家看的。我自家看得懂，怎么不来门来这回事个了？你还不识字噶？忘了，轻点呀！那你刚才要马有我不识字个，你自家不识字个了，搞得了哦哟，你别忘了，哪位人？哪位人？看你读得不听着。刚才张面孔，到现在张面孔两样子吧？对不起。你不识字个？不是。讲我读不来听。你读起过来。可不是唔说吹，你读过来过，你读出来嘛，大家听听。你一个人不识呀，把人家才识个呀。我汪读，我手识两个字，把人家说出来来啦。哦，那手识字的。过来。我还不识个。最美的是，手指娘半日还不识字个东西。哎，我来干了嘛！我真叫是来话子。哎呀！搿头想得啦？小黑么子想得啦？哎呦，搿他一个竹竿子上吃马西头子呢。哎呦，不来着。再人就吃子煲粥汤，哎些辰光肚皮饿不着哇。我口劲唔少，口劲不来，哎呀，妈你骂我来吧。说得出，人家吃来不及，肯骂噶。不肯骂，哪能法呀？是杀人不偿命，我当年两家头搭档来骗我来。骗流了。哎，哪骗？哈得你不够吃多来嘛？你两家头再下去。哪骗法？难受闷，我先夺王八。哈！哎，大家一半啊。晓得在。哎呀，老乡。哎。哎呀，王帮浪向不知晓得少伐？哎呦，王帮浪晓得蛮凶险。你读给我听听呀。啊，你听下子啊。听下来还不？这奉天人员皇帝诏曰：收集半年不语啊！假因为与竹竿死在吃马西头子啊，触犯天令，杀三五两有通缉。是在于竹竿死吃马西头子啊，送当军本一包。竹竿啥要好的啦？说顺利风顺的感觉，吃马西头咋办法？多脱篱笆，不说的。有了，现在谁带走的是？他俩一群头。是俺那个比这个饼子一样，吃肚子的办法，吃饼也不贵的，这样吃，按多了就当一群饼子，把饼吃得刚你气真子。他聪明吧？啊！有心了。再来。嘿嘿，当呀！哎，我都还有了讲啊。咦，我还有了还了。听卡子啊，我头两句结棍子。我哪讲讲？这举法违法，三加一等。假使投资改兵啊，杀头冲，真火！可这对啥要好的啦？要紧我马西头子胖地上一倒，把他抬起来。按多了。为啥了？差一脚上吃的？那来半点子了。我不打先生口喉咙啊，害我特啥是大高一步吧？我不到不然我只三牛来才到，我也不能那边当晓得。谁都这口技啊，真是可惜啊，不得。搿种么子看得出晃里晃是有搿种经验。哎，往前头一看啊，人稍微空一点点。那么夹过去呀，夹到第一皮。来就来在，大家看看王帮郎到底哪效法。一手泪水举目花开，5月13内国超风。奉天人员皇帝诏曰：臣江苏政府发8年归追时，自上年11月中旬报税以来至今逾10年，农地空裂，吹水浮亡，民之心怀民不了，生民在乎谁？臣请陛下转旨，将神等拿本进京交付你吃。这个前头半段呢，是附带自家亲善的，地方上有责任，我有责任。
其实这个还是不养文章，后头半头是皇帝的口气，才是实在养士各为之。也与9年之时，他与7年之后，与卿等父位。真将王邦颁发来说，在闹市中心彰化，与其能在这帮等待举下勾令。如果在孤单家国富贵在轻视视频，不如为国将把人杀气。杀这帮之后，举而不灵，而其中的人定到，定到么哪好的没了？个举止丰富这啥个在王邦国走起来，什么一句酒呢？因为他讲王邦贴了后头巴郎。太阳哗啦啦说了啦，没人敢去恨。里向个讲狗他怎么所有的找国吃起来？谁都在对症两步比一个。你到个种还是看王邦，这句定眼睛。我来，你都不可能我找国一开了嘛，大家看看。对，不晓得不能办的呀，理不会。随起2个这队单进个张王邦国郎打，嘿嘿。后头一口我要问是有人恨王邦喂，有人恨王邦喂，这别个，实在恨王邦哎，完了送菜部长一个笼罩，不是一多着，那这2嘴的一送，部长王邦落了地上，把他怎么拉的？你说老相夫老好人情，哎呀！罗里位师兄一拱啊，哎呀！部长来了。来2个差人，那老闺蜜是因我的神风2个哟，你得一口嘛。哎呀，我大傻人，哈哈哈！原来是先生恨王邦，就这。王头，让你不记得。是不是呀？你恨得王邦结帮全是，啥个有本事管？不，王头啦，来晓得跟我们哪位举啥鱼呢？别客气。我会。啥个我会？我们让看王邦，那么这国走起来嘿。那么我想一开来看看，非得后头一个笼子一拱么像蛇是这样用过来比多房子了，一赶，那么喏，部长，不爱个，部长就是一张，一样个。啊对了，他那层楼底高去，特地讲，我自家的东西呀，贴上去呀来。算不着，是不是呀？你讲闲话那是讲轻飘，这个贴上去，改个什么？王邦。有他要个干什么不能哈哼管你说阿呆？别这个呀，我有什么事了？门家送我来，我来。平常得来讲家庭，真绝不来个。谁人啊？没办法帮你忙搞。该桩事体嘛，等你打再好。只能公事公办着。公事公办。对。哪叫公事公办？报国是热。哼，是不叫好。搿种差人家北部一米工翻转来就是嘛，平常3两5两我总归加不里多，今朝1本真金报国没报国，顶到不晓得那啥的很王八不当心，何大当心啊？不说大不了事体，为此区分过上当里报国。上得龙江很多啊，公事公办应该公事公办，对。报国就报国，哦哟，反正我恨得王邦有地场。是啊。那么王头是啥个？那既然报国嘛，只有部长了。上头个部长有些，我大不会拖来有些很好了。可是比大哥你高兴的。来，谢谢娘。那部长来着。别。说的。这个部长来弄了了。那个部长是我恨，这个部长是难恨。来经过里向报国，不事体大家没得，有事体大家一步。大家那个夺命党吧！哎呀，谁人啊？这不来是吧？你没有本事救援，我有啥个本事救援？谁人还不要唔说？我们上月来我有些个是单位不去个了，对不起。公事公办哇，报国哇，搿张面孔搭光吃大两样子，可出无了。我到别是讲啊，拿过来。晓得。那就是我是不是很到么自由办法？对。报国带另外个头儿看看，我看下里那里向去并不。什么？
这个差人哈哒又就往村里向来，到山青地有一个露台，摆一只激动的茅棚，一上支副台坐了居中，一边吩咐雇员，一边当地的深圳，逢到初人的班里到半夜的，手表示身心俱愈。现在差人要进奔过来，报禀大人，红喜报我来，恭喜大人，红喜大人啊！与苏州西北西呀，西秦王当真当真。爸爸，你听见不？考我啊，与人很大王八么孩子，国家之父大致3、5两就代表我们外头这个为新人。差人要进奔过来，说到西北西呀，现在怕知府2个字有3位老要出来接来着。西都出听家要进了，我总得讲龙家嘛，训斥2声，3个老要来这个是当桩事体。可是看上去龙家也靠30几岁现在。好，先生，背负迎接先生。这背着迎接先人。背着迎接先人。哎呦呦，我倒说原来3位老爷来接我，贫道不当啊不当，几岁？先生请。老爷请。请啊，请啊！一道路忙着里上来，将领到毛毛么几把户黑上。是，咱们政府大人带文武官员，众位乡亲老爷迎接先人了。哦呦，谁都在听见别，那么真心讲，一上去这个副台来敬我啊！哎呦，当我真大人，那是舅父了，又看上去30几岁才不肯，起码3。老本好，先生，弟子方不与别人相谈无用，只待来西方先生不遂。不过是都在这么急，哎，面孔上像人家笃笃定定老刚模样。我倒是传牛来是大人。先生，并他带来后了，大人有人啊，不当啊，不当。啊，先人接棒举语，证据将来非非之命，急功非体。来，礼必请。大人请。此我们为一水同仁。搿早水那早上去彬彬接过应个家。哦，先人不吃以后这了是应该。谁吃该接得彬彬应哎？那么真正西个活先人哇！你都当我西活先人们自家讲西活先人哎。是道理相是一送西人请了长中。搿朝位置只好一上去这个副台了，谁都稍微的吃慌，老是不客气端过来，并大家不入了。那么来该洗澡，手做起我不都是问，关照边浪向帮下这位置副台首领。啊，先生，大人，请问先生所信那讨好？所信是大家记载。毕竟那方先生何止东府怎样导致？哪来么2少家搬得来？陈志辉啊，卫兵大人，领导是举资金赛制运动，我是他把力量跟党人部队修出来让人之阴阳一手放下，收罪半年不语，死无不空，革命频道家务人员大不此的讲了呢。哎呀，这既然不理想得出那么事体，龙江要逼当这样的等待局啊。